大家知唔知道揼地嘅揼之所以有音無字，可能係因為佢唔係嚟自漢語？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古百粵語的殘留，粵語嘅壯動底層詞。中國南方喺漢文化南下之前，曾經係百越人嘅地盤。呢個令粵、閩、吳等等嘅南方漢語仍然有部分百越底層詞殘留，而百越語就被認為係屬於壯動語系，所以唔少底層詞喺同為壯動語系嘅壯語、泰語等等嘅語言都有所對應。底層詞嘅特點係發音未必符合漢語傳統嘅音韻規律，例如上集提到嘅辣，佢嘅聲母係辣，配音去調，違反咗粵語文讀俗聲母只可以配陽聲調嘅規律，亦未必有書面嘅寫法，形成有音無字，另創三僻字、假借字嘅情況。當中假借字有借音同埋借意兩種。今日就等我哋介紹幾個相信係嚟自壯動語嘅詞彙，同埋佢哋喺壯動語系入邊相對應嘅詞語啦。首先係名詞，蛤乸嘅乸對應咗壯語嘅乸同埋泰語嘅乸，意思係水田。所以蛤乸成個詞都係底層詞，直譯就係青蛙水田，換成廣東話語序就係水田青蛙。而雞乸、狗乸、豬乸嗰個乸就係雌性咁解，對應咗壯語嘅乸同埋泰語嘅乸，意思係意義。然後到動詞，諗嘢嘅諗對應咗壯語嘅冧同埋代語嘅諗，意思係思考。冧樹嘅冧對應咗壯語嘅冧同埋泰語嘅冧，意思係倒塌、倒下。有另外一種講法就指出，佢對應咗壯語嘅冧同埋泰語嘅冧，意思係跌倒。揼地嘅揼對應咗壯語嘅揼同埋黎語嘅咚，意思係踩。吸引仔吸住啲嘢嗰個吸，對應咗壯語嘅吸同埋德正壯語嘅吸，意思係扣着、蓋着。要注意嘅係泰文嘅殼就係圍繞邊緣咁解。比狗及嘅及對應咗壯語嘅恰同埋泰語嘅曲，意思係咬。形容詞而言，孖生孖邊嗰個孖對應咗壯語嘅化同埋泰語化肥入邊嘅化。順帶一提，呢個字另外有漢原讀音之，孖生嘅孖係假借咗呢個字嘅意義，兩個發音嚟自唔同嘅源頭，只係用上同一個漢字咁解，相當於日文嘅訓讀。咁而家